人斗三工，继续来看到国庆4天连假，真侪人大大小小带开去佚佗。拜六早起时8点钟，一个姓牙查甫人真着急，3步做2步，走去南马溪男子军剧化救命。因为因某伫车内要生啊，病院伫咧红山，若是西市区可能会袂赴。警察落尾用警察车来开路，千里路途2、3步驶高速公路，本来爱半点钟，干那18分钟就驶到位，上尾顺时生囝母仔囝拢平安。 顺路车一路一直等到三港开路，尾也停伫富山区门口。一个有心的查某人落车，这个时阵已经疼甲爱人扶，才有法度行路啊。警察缀伫后壁斗三工，无偌久之前，警察才为这家人开路，护送引去病院。 代志发生伫12号早起8点外，这个姓牙查甫人走入去警察局，对值班台警察讲，因某要生啊，毋过病院伫红山，就惊赶袂到病院，所以就走去附近的男子分局找警察斗三工。警察听到无第二句话，随使顺路车替这家人开路去病院。一般的路程的话，他们至少都要半个小时以上才有办法到那边，因为而且早上那个时间哦。 会塞车的时候，说他怕延误到时间，所以说要请我们警方哦帮他的忙。为南马溪到红山病院，车有15公里远。迄当阵拄着国庆连假，行高速公路爱用半点钟的时间，有警车开路，干那18分钟就驶到病院啊。因为迄当阵情形真紧急，所以嘛甲后生带伫身躯边。好佳在有警方斗三工，尾仔查某人顺利甲囡仔生落来，一家人欢欢喜喜迎接新的家庭成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